闹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闹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为头来讲起。讲到咱台湾第一间电视台是台视，创立到今已经满1甲子，拄开始做节目嘛兼做电视机。迄当时一粒便当2块银，若一台电视都要卖4660块，都要有钱人才买得起。苏当时流传一句话，讲是要买土地，也是要买电视机。另外，咱电视创立嘛有真侪第一，像讲黄俊阳报第二，最悬的收视率97，也有吴丁奖培育张惠妹串小虎在内，真侪名称。节目经过33年，带大家做过来了解台湾电视的起点。欢迎收看今日到台语讲新闻，我是李彩珊。今日的主题是要讲啥物呢？要讲的就是台湾第一间电视台。台湾第一间电视台是倒一个电视台呢？就是咱台湾电视公司台视。咱台视哦，伫咧4月28号的时阵，拄过60岁生日，祝咱台视生日快乐。咱的主题就是要来甲大家讲哦，台视的历史也有发展。咱来先看到第一张图。咱台视哦，为着要庆祝这个生日哦，所以伫咧4月28号到5月2号的时阵，有举办一个60周年的特别展览哦。虽然才短几工，毋过吸引8000外人的人来参观、来观赏这个咱的特别展览。所以咧，由这边就会当知影讲哦，大家对着这个台视的这个发展啊，佮历史是真有兴趣啦吼。咱来看到哦，台湾第一间这个电视台哦，是咱台视哦。按这个1962年4月28号的时阵成立，1962年10月10号的时阵才开播。虽然讲哦，咱台视是一个电视台，毋过咧，咱是以这个做这个电视机来起家哦。来看到这台咖啡色的，就是咱台视牌，就是咱台视做出来第一台这个电视机，有2个开关切啊。这个开关切啊是互你来调声音的。大声、细声，看你是要倒安怎拢会当调。这边哦，这个开关切啊是互你来转的，你当转台，看你是想要看倒一台拢会当转哦。咱台视迄当阵哦，规栋哦，楼骹是伫咧做电视机的，楼顶是伫咧做节目的，是毋是真趣味咧？毋过迄当阵啊，这个电视机哦，实在是伤贵啊，所以咧，真侪人买袂起这个电视机。伫咧台视哦开播的时阵哦，其实全台湾敢若有44台电视机尔啦。接落来要来甲大家讲哦，这个电视机到底是有偌贵，是安怎大家拢买袂起？咱来看到第二张图。第二张图哦，咱就来看这个当年的台铁便当哦，一粒2块。咱电视机咧，一台是4660块哦。这2个来比较哦，电视机实在是贵到真离谱。因此哦，迄当阵佫出现一句话，叫做是哦，土地还有电视机，你拣一个啦吼。因为这个土地啊，你若是想要买这个土地，你就无才调买这个电视机；你若想要买这个电视机，你就买袂起土地。所以土地甲电视机拣一项。咱刷落来看到这个黑白到彩色的电视啦吼，咱台视哦生产第一台电视机是按这个民国52年开始，一直过程中哦一直生产到民国60年的4月来结束哦，拢总是生产58400外台，实在是真侪台啦吼。第三张要来甲大家介绍啥物呢？咱继续来看落去。第三张要来甲大家介绍的是哦。台视哦，毋但是第一个电视台，嘛是第一个有这个农村台语连续节目的电视台，嘛是第一个有这个台语主播的电视台。因为伫咧1973年的时阵，这个蒋经国就下令讲哦，爱开一个台语的新闻节目。第一个这个农村设计连续节目。就叫做这个快乐农家，拢总是报了30年，这30年哦，拢来完整记录咱台湾农村发展的这个历史，实在是真有意义啦吼。咱来看到这边台视哦，毋但是做这个节目尔哦，阮嘛有发行这个电视的周刊，当时哦。有真侪真有名的艺人，拢有上过这个周刊的封面，亲像是这个刘德华、林青霞、周星驰，有里奥纳多，拢有上过这个电视的封面哦。第四张要来甲大家讲的哦，台视毋但这个农村的节目有咧做，台视阁有一个真有名的唱歌的节目，叫做是五等奖哦。这个五等奖的是台湾电视历史上上长寿的这个节目哦。拢总是播出哦33年啦，因为大家拢真爱看，所以一直播。到底是偌爱看咧？伫咧这个1971年的时阵哦，上悬的收视率阁来到这个73.9%，会当讲是哦，你若是厝内有电视哦，迄当阵哦有电视的人哦，全部人拢伫咧看咱台视，拢伫咧看咱这个五等奖的节目啊。迄当阵这五等奖阁有一个口号哦，毋知影大家有听过无？这个节目是安怎遮尔红咧？因为这个节目哦。
关卡是真多啦，要过关真困难哦。每一集拢有新的挑战才会出现哦。所以咧，这个节目要播出的进前哦，这个观众朋友拢会在守伫咧电视机的头前哦，真紧张要来看讲哦，今仔日到底是谁赢，今仔日到底是谁输啦吼。啊有这个过关的艺人哦，亲像是这个张惠妹，还有这个蔡小虎，拢是有来参加咱台视的这个有灯奖的节目啦吼。啊，虽然讲哦，这个节目哦拢已经结束啊，不过咱台视一直有咧用心制作新的节目，还有新闻，啊，希望拢哦，咱这个观众朋友会讲继续来支持咱台视，啊，继续来支持咱台湾电视公司哦。啊，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讲新闻，希望大家听了有欢喜，听了有介意，咱先把这个镜头喊好，别来主播。